該要去提出要去提倡。咁關於藝術展覽嘅方面咧，其實歸根結底，而家咧我哋睇得到土地或者係租金個問題，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因為就算大家係做咗好多好靚嘅產品之外咧，如果你係要喺一啲非政府嘅地方，喺一啲私人地方開啲鋪頭咧，確實租金方面係一個能夠係經營到落去，能夠去推廣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我哋睇到旺角政府合署嗰度有一間由殘疾人士去 sell 佢嘅產品喺度啦，幾成功，因為呢個地方係政府嘅地方。如果係可以善用呢啲政府嘅地方善用啲資源咧，提供多啲機會咧，等大家係去即係發揮所長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嘅。咁另外咧就係講翻無障礙通道，頭先有位朋友講外國嘅經驗，確實有啲國家嘅經驗係值得學習嚇，我唔係講外國嘅質量特別遠，咁但係如果係應用得到喺香港，而香港係冇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咧喺香港咧係去做翻呢一樣嘢。有一位朋友講到嗰個投票權嘅問題，如果係智障嘅朋友啦，其實大家要去討論，要去傾，大家嗰個需求。但係住院嘅，我覺得係一個好合理嘅。監獄裏邊其實都可以去做，佢喺醫院裏邊留醫緊嗰啲咧，其實呢個都係好合理嚇。咁所以咧就我哋會約見呢個選舉事務處去同佢哋傾，喂呢一方面可唔可以去推廣，可唔可以考慮？咁咧就另外就係話講翻殘疾人士就業嗰個支援啊嗰個問題，其實我係相當之同意，因為你定咗個配額，你冇規定我點樣去達到呢個配額嘅時候咧，其實係冇用嘅，應該係啲詳細啲去支援佢去就業嚇。唔該晒。好，跟住梁耀忠先生，你有2分47秒。首先好多謝咁多嘅問題同埋咁多嘅要處理一啲嘅社會嘅一啲殘疾人士朋友嘅需要嘅。但係不過呢個短時間咧就好難逐一可以回應到每一個問題。我只喺過去即係20年喺議會裏邊咧，都不斷都有提到大家嘅即係需求喺議會裏邊。咁有啲係得到啲結果，有啲仍然都喺度繼續努力咁樣。但係我回顧翻嚟嘅話咧，就好似過去20年裏邊咧，我感覺到自己都係點樣咧，都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呢個團體講聽嗰樣嘢，我就嘈一嘈；嗰個團體叫我做一啲嘢，我就嘈一嘈咁樣。咁樣咧，政府亦都嘅嘢，有啲就回應下，有啲就連回應都唔回應咁樣。咁我覺得唔係一個好好嘅解決方法嘅。我期望咧，如果有機會再翻去議會嘅話，我希望呢個政府有咗一個整體性殘疾人士需要嘅一個嘅報告書出嚟，逐項佢揸住講，依樣你點做，依樣你點做咁樣。同埋幾時會做到，即係有個咁樣嘅一個嘅圖畫出嚟先得。因為咧就係唔能夠可以完整地、整體地去處理問題。但係當然咧，要政府做呢一種嘅報告書咧，真係唔容易啊，唔容易。我期望咧係透過民間嘅方面咧，都同樣將頭先大家咁樣所有問題寫晒出嚟，咁綜合咗出嚟嘅話咧，如果俾一個政府咁樣，即係變咗咧，俾多壓力政府。民間就有咁多訴求喺度㗎啦，你點去回應、點去處理咧？咁就會好好多。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諗即係好多問題我哋都好難去處理。而同時咧就係我聽到好多問題咧，一連串嘅、一系列嘅，即係你如果係一齊去做嘅話咧，好過你斬點去做嘅，俾人講係。咁所以我期望喺未來一段時間咧，盡我能力聽多啲大家意見之餘咧，係綜合大家啲整體性嘅嘢咧，係俾政府，同時都俾政府接做翻份咁嘅完整嘅報告出嚟咧，去有個藍圖、有時間表去處理問題咧，咁就係好啲嘅。咁就抱歉，因為我唔會逐個問題去回答大家，但不過我亦同即係應承大家咧，有機會翻入議會裏邊，我必然一定會將大家啲問題裏邊咧，再次喺議會裏邊咧係再去爭取嘅。譬如過去我爭取到交通津貼啊，譬如一啲嘅呢個特殊學習需要等等咧，我都不斷去做。每年我都有提啲題目出嚟，我唔會放棄。因為殘疾人士朋友，頭先我所講，街坊睇成一個弱勢社群，弱勢社群咧，我哋一定咧會係為大家發聲嘅。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多謝你。唔該
李世榮先生，你有3分10秒。好，唔該晒。頭先咧，多謝咁多位嘅提問。咁咧好多意見咧，其實咧雖然我哋今次參選想入到立法會，但係咧唔入立法會咧，我睇嚟咧有啲都係可以做得到。世榮已經抄低咗。回應一下關於無障礙通道有80%仲未能夠做得到。我首先同你講，我辦事處咧喺早2年就已經做咗啦。問題喺邊度咧？問題就係嗰個巡查監管嚴重不足。其實頭先有同事都講過，其實係可以設立一啲舉報熱線，讓大家如果發現嘅話咧，係即刻去舉報，希望政府能夠咧係嚴厲去執法。關於工商嘅太太，其實好多途徑揾到區議員嘅，每個區議會咧都有接見市民計劃。另外咧，民政事務處咧亦都有呢一個嘅法律諮詢嘅。其實我自己辦事處都有，不過選舉期間咧，我唔能夠話提供一個免費法律諮詢俾你，但係過咗9月4號就可以俾翻你。關於領展車場嗰度咧，其實我嗰個選區咧都有呢個情況，係關於嗰個泊車位嘅問題。咁其實咧我都係即係同佢爭拗咗好耐，先能夠幫我設立翻一個泊車位係最方便殘疾人士咧係出入一個嘅車位。其實呢一方面咧，如果領展做唔到咧，政府一定要加重罰則，咁樣咧佢哋先會去做嘅。關於呢個醫委會改革咧，頭先咧台上咧係鄺俊宇講過下，其他咧黨派人士咧都冇提及。民建聯喺呢方面咧係支持醫委會改革，但係結果點解會咁咧？你可以咧翻去睇下立法會嘅網站投票結果。關於咧係就業配套嘅支援問題，其實頭先講咗好多啦，就話要俾啲配套呢啲企業或者有啲誘因關於稅務優惠但係咧仲有一點我想講咧就係要設立一啲培訓中心要有培訓中心咧，令到佢哋咧喺投身去社會工作之前咧，其實有個充分嘅準備。關於展能方面咧，其實我想話俾你聽咧，我哋都會推動咧，譬如一啲嘅場所，包括 PMQ 原創坊呢啲咧，我哋好希望咧佢能夠咧可以俾一個地方，因為我睇到咧展能中心咧基本排咧都要排60個月，有1100人喺度等緊㗎，根本上就唔夠呢一啲嘅名額俾大家。有陣時好簡單啲人，你冇名額佢咪走去第二行咯，咪變咗有公眾錯配嘅情況出現。關於宿位問題咧，頭先講過啦，我哋咧希望政府盡快推出私人土地咧呢一個嘅福利使用嘅一個嘅特惠計劃，希望咧盡快推出縮短輪候時間。關於投票權住院嗰度，我哋係絕對贊成，我哋亦都會咧向翻政府當局反映翻，希望咧住院嘅人士咧都能夠咧可以有個投票權。關於復康設施嘅話咧，我自己喺馬鞍山呢個選區裏邊，本身已經有一個我自己小選區有一個庇護工場，就係香港神學會嘅。頭先台上有咧同事就話咧，我哋啲建制派未必肯接受，但係嚟緊咧有個精神康復中心都會喺個區度咧係會開嘅，又係香港神學會，我係支持。最緊要做咩咧？公眾教育嘅工作嘅啫。多謝你。好，唔該晒李世榮先生。咁其實代表3個主辦機構咧，都好多謝晒，即係7位嘅候選人同埋候選人名單嘅朋友嚟。其實殘疾人士嘅訴求咧係好卑微嘅，你願意嚟聽咧，其實我哋已經俾咗分你。即係問題係連有啲人都唔願意嚟聽嘅話咧，呢個先係令到我哋失望嘅。咁我估大家嘅發言咧都唔使再俾時間我哋總結㗎啦，大家都聽到㗎啦。喺代表即係持辦團體同合辦團體，我哋反而有啲禮物送翻俾你哋。咁就要抽籤嘅。咁我工作人員俾每一位抽籤，我哋有個禮物，等你哋帶翻去作紀念嘅。係咪啊？抽籤送禮物嘅我哋。好。呢一個咧，每人一份禮物咧，係我哋殘疾朋友唔同殘疾朋友嘅至寶嚟嘅。
我希望咧，當你知道一陣間抽到乜咧，都講翻一句話至兩句話去回應，你會點樣將呢件字寶跟進咧？好唔好啊？咁你俾你睇下。好陶緊新抽到幾多號啊？1號，你嘅字寶係咩啊？咩啊？電動輪椅1部。3號鄺俊偉抽到係3號。你講一句話，你會點樣？今日聽到嘅嘢又好，你接觸到嘅嘢又好。哦，仔啊，咩嚟㗎？係啦，呢個係白手杖啊，係視障朋友嘅。好，何啟明，你抽到係7號。智能電話最靚㗎啦。跟住係關永業，你抽到係咩啊？陳醫生對唔住。引路徑係嘛？引路徑，跟住關永業你抽到嘅咩嚟㗎？殘次啊！跟住梁耀忠你抽到嘅係傷殘人士嘅泊車位，而李世榮咧係助聽器。好啦，每一位都攞住我哋一位殘疾朋友嘅字寶，講句啦，即係你會點樣記住呢樣字寶去記住啲殘疾議題咧？好嘛？呢度開始咧當總結啦。好㗎啦，你哋頭先講咗好多㗎啦。好嘛？我諗到兩點啦，第一咧就係其實好貴嘅呢啲嘢呢架車，咁好多人負擔唔起嘅，咁究竟我哋點樣能夠用多啲人負擔到？第二就係嗰個便利啦，點樣能夠咧嗰個能夠入到用到呢個車去到最多嘅地方。好，鄺俊偉。我呢個大家都知㗎啦，眼看不見，但係咧其實心咧係睇得好清楚，尤其是咧我哋認識嘅好多嘅殘疾人士，其實佢哋都好善良，佢哋嘅善良唔係淨係睇自己嘅，佢哋會覺得我哋如果呢一代能夠做好香港嘅設施，未來之後如果真係有人係佢哋遇上殘疾嘅問題，佢哋享有一個更好嘅香港，所以我諗呢一個我會留住有一份白紙傳相俾佢，多謝你。唔該，好多謝大家收到個智能電話。正如我頭先所講，其實好多手機 Apps 或者啲網頁，佢哋照顧唔到一啲視障人士嘅需要。所以我翻到去咧，第一件事，起碼推動咗文協先。文協個網頁要有黑白版，要有大字版。唔該晒。我呢個係引路機，記得咧就係好多年前咧，就我同房署咧就要求業主適當嘅地方係有啲引路徑嘅。點知咧佢哋咧就用咗啲係非常之線滑嘅物料，一落去其實咧好多不論係殘疾人士好，或者一啲係一般市民好都跣親嘅。咁希望咧就政府真係適當咁樣係運用佢物料一啲佢嘅嘢嚟到係引領我哋有需要嘅人士，包括係殘疾人士咧，去到一個安全嘅地方。好，而家咧有好多嘅殘廁咧，就絕大多數都係開放，有啲咧仍然係封鎖住。咁我哋睇到咧，而家社會咧係進步咗，對於我哋殘疾人士有啲嘢咧，其實係方便咗，或者係對於我哋咧係關注咗。但係仍然有啲地方咧係對於我哋咧係唔好嘅，或者係仲要去打破嘅。咁希望喺未來嘅日子咧，我哋一齊去打破呢啲嘅枷鎖，希望令到殘疾人士能夠真真正正係融入我哋嘅社會。多謝晒大家。呢個係殘疾人士嘅泊車位嚟嘅，即係我覺得咧呢個最大嘅感覺就係記得傷健共融咯。因為殘疾人士嘅停車位就係讓佢能夠可以進入呢個嘅社會，同大家一齊去
嘅生活，所以咧相見共融必須仲即係大家緊記同埋一定要推廣。多謝大家。咁啊，收到呢一個助聽器，其實令我勾起我其實有啲街坊咧，好似我而家一樣，只能夠睇圖片，買唔到，買唔起，因為都幾貴下。我哋希望一入到議會能夠咧係爭取咧係為殘疾人士咧係提供多啲關於器材上面一啲嘅津貼。另外，其實我哋都講過啦，我哋咧而家呢個長者醫療券咧，其實咧係能夠希望可以咧俾長者都可以買多啲呢一啲嘅器材，唔好話淨係單單俾佢哋睇醫生㗎，希望用得其所。希望咧能夠咧係有助聽器咧俾大家聽清楚，其實世界咧係有好多好好聽嘅聲音，亦都有理性嘅聲音咧，係為大家去爭取福利。多謝。好，多謝晒7位嘅超級區議會嘅候選人。咁喺呢度咧，就亦都多謝晒即係參加者朋友。今日嘅所有整個過程咧，就安會咧就會原來3個團體咧將會喺個 Facebook 度會直播嘅。咁最後咧，我都請係啊，將個錄影會上網嘅。咁由即係3個合辦團體嘅代表講聯會啊，張偉良講幾句多謝説話，同埋請埋2位嘅合辦朋友嚟，我哋有個禮物送請伍恆修每7位候選人每一位都送佢哋一份。呢個唔使回應㗎啦，希望你哋當選之後落實喺工作上嘅回應我哋嘅9大復康議題，希望變為你哋嘅政綱。我代表3個合辦嘅機構同埋10幾個支持團體咧，就我非常之多謝7位候選人你哋有2位係冇出席，咁好難得你哋7位出席。我哋係即係殘疾人士界別咧，就喺社會裏邊係好弱勢嘅社群，咁所以咧聲音好微弱，一定要透過你哋能夠先至同我哋發出呢啲聲音，為我哋爭取到應有權益。我好希望咧就即係就算點都好，將來我哋要保持溝通聯繫，咁亦都祝福你哋。我哋多謝你哋7位出席因為咧有2位唔出席咧，我哋覺得係好遺憾嘅。咁我哋鼓掌，多謝你哋話。多謝晒。咁喺呢度咧，我請翻3位合辦團體同埋啲支持團體，如果有代表喺度咧，都上嚟再影多幅相，由7位候選人名單嘅朋友揸住你哋嘅9大復康政綱咧嚟影一幅合照。我哋喺呢度講咧，其實全香港嘅長期病患加埋殘障嘅朋友咧，總共有超過成180萬人嘅。咁加埋佢哋嘅家人咧，差唔多有1半嘅香港人口。希望殘疾人士嘅議題可以能夠成為主流嘅議題，因為人口老化。好多嘅殘障問題都會係主流嘅問題嚟嘅。咁支持團體如果可以嘅咧，就一齊喺度都影幅相，由7位嘅候選人揸住你哋嘅政綱。如果你哋有個 poster 可以擺埋喺度嘅，你哋個橫額可以擺埋喺度，一齊揸住影都得。好，可唔可以工作人員幫手影一張？Thank you.